寒流到位，这关山几工拢落雪，昨着2个民众去爬品登山，却发生迷失路径跋倒着伤失温的情形。德隆市消防局和这空勤总队出动搜救，今仔早起有甲人救落来送病院。就专家认为讲呢，这关山的管理单位有真济个，呼吁讲这部分是爱整合，也要提醒民众落雪时阵去爬山，若是无经过专业训练，是千万唔通去。 空勤总队乌勇直升机到品登山一个山坡顶悬，特殊队员伫透风当中施工，协助2个失温甲受伤的山友吊挂。寒流到位，台中市政府23暗时才就通报，有2个人去爬品登山，因为山顶雪积真高，部分的路已经无法度辨识，而且因干那早真简单的困地，其中1个人还佫有失温。 脚只偏甲腰咧疼的情形，无法度行路。救援人员为陆地甲空中同步救援，伫24早起8点45分完成吊挂，降落伫当时和平公园，了后送当时农民病院治疗。 2人皆意识清楚，手脚冰冷无力。男性患者有跌倒受伤，背部及腰部疼痛，无法行走太远。救援人员立即提供热食及温水，并搭设帐篷供2人稍作休息。登山专家表示，落雪时阵步道甲山壁拢会结冰，是真危险。落雪期间，虽然无像风台陆上警报发布的时阵直接禁止入山，不过爱由有落雪爬山专业证照的领队来带领，而且准备冰斧头、冰爪等等落雪用的专业的装置。建议气象署宣布关山若有可能落雪了后，都应该取消登山的计划。 雪攀里面的这个证照是属于最高等级，它必须要有基本的登山、溯溪跟攀岩的技术。那装备的话，最基本的你要有冰斧、冰爪，而且你的冰爪一定要6爪或8爪以上的。张宏勇强调讲，台湾关山爬山的管理，目前的情形会当讲是一般虚报啊转头，权责的单位包括内政部、国家公园署、农业部林业、甲自然保育署、交通部观光署、甲各地方政府。 而且步道的分级嘛无共款，也要整合。呼吁民众伫事先一定要做好风险的评估，唔通看轻落雪爬山的危险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